798是一个工厂的名字，是1953年德国帮助中国建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呢是生产这个电子元件。就有一些，他就把这个厂房，原来的这个厂房，出租，那出租呢，最早来的呢就是一些搞艺术的人到这儿来租房子，最早来的是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呢在这里面开了一个书店，这是这里面第一家，商店。然后陆续就有其他的人来在这儿。798，因为首先来的是美国人，所以后来呢就很多外国人在这里租房子，所以说在798的以前大部分都是西洋艺术，就是国外的艺术。的时候，不是很出名。到后来到2004年左右，然后它的这个高峰期，就是在0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想那时候你可能也在北京，到奥运会的时候，到这儿来的，就是说参观的人，非常多。现在呢，就是说有很多中国的。这个就是说艺术家，以前是就是西方的艺术是为主的，现在中国的艺术也很多了。我是08年到这里来的，在08年年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这边就是说就变得很有名了。我在这里面主要是卖这个工具，这个画画写字的工具，这样的就是艺术家，然后他们的作品，放在我这里面，帮他们来卖。有一些是就是美术学院的，对，有学生有老师，中国的传统的题材的。798的发展是，不如以前，就是奥运会啊，就是说那个时候，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现在它的这个房租，很贵，以前呢是比较便宜的，现在大概一平米。一天才5、6块钱的样。那你像在奥运会以前，也就是1块钱到2块钱的样。所以说很多艺术家，他就对他这个负担就很重，对吧？所以说他很多人他就走了，所以。现在这里面有很多艺术这个机构它就快变成就像那个这个百货大楼一样，对吧？就是什么
能够卖钱，那他就卖什么。所以现在这里面的艺术的这个水平，不如以前了。未来就不清楚，如果他的房租越来越贵，对吧？那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对吧？如果他能够把房租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这个程度，那就会就是说很多人对这个他愿意到这个地方来，所以这是一个矛盾的事情。艺术方面的支持不够，像在国外，在一些国家，他对艺术很支持，对吧？他会给他有很多优惠的待遇，对吧？所以他才能够搞艺术。